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事相机，由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。今仔日呢，恒春仔要来讲一个旧年明杰兄甲我讲的一个话题：何必朴素的文章报道。学日文50音了后呢，日文汉字看中文意思。阿姑坐主桌，其实是一场误会啦。何必朴素这个理论呢？我行这网站写了有登大去，所以我有看何必朴素伫个 YouTube 的影片，再去和文章所写的内容做对照，安尼比较较妥当啦。伫还未讲到阿姑为何坐主桌这个议题进前呢，何必朴素所提到的其他内容有几个会使先提出来讨论呢？首先，何必朴素讲当调的时无你这个字，迄个时阵称为你，或者是念作汝，嘛无这个淡。当车时呢是称立，嘛无跑。当车时是称为走。安尼这三字是送大来的呢，一定是蒙古人和满族的人。这段先互小弟简单来向各位报告。你、淡、跑这三字，毋是蒙古人和满族人带来的，因为蒙古人伫元朝的时阵呢，是使用88文，某人讲88字，而满族的人呢是写满文和88文，伊是属于音素文字，和即卖台语罗马字性质是同款的。当然，这两条带除了用88文或者是满文，嘛是有用汉字啦。何必朴素讲呢？伫当朝的时无这三字，以后才有这三字的讲法。这让我想到丹地有讲到：时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经极，音有转移。汉字的字形、意思、读音会随着时间、空间来做变化。譬如讲，这个跑。何必朴素讲当朝的时无跑这个字？这种讲法呢，有一寡无完全啦。其实伫当朝进前就有跑这个字啊，只是这个字毋是指跑步、走的意思，伊有踢、打、手类用脚刨地、刨，或者是跳跃的意思。我举一个例。伫东汉时期的孔宗主儒学就讲到：主不见乎家也，治国如灵，刨而独之。这个刨呢，就是用脚刨地。到了大概南宋时期，才为跳跃的意思，引申用于奔跑。当然，这方面若有人有兴趣呢？我嘛会使将找到的资料呢提供给恁。搁再来讲到这个你或者是汝，何必朴素讲伫当朝的时无你这个字，当初是用这个你。其实比起这个你，伫搁较早的时期呢，用伫个第二人称的是这个你，某人念作汝。汝呢，本义为妇女。以男性来讲，对方就为女性，所以用女做第二人称是做假借语。譬如讲，伫《诗经》提到女这个字呢，有两种意思。伫周南关楚的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这个女呢是做女性；若是伫个魏方释处的“三岁冠女”。木偶倾国，这个女呢是做你的意思。诗经冇女这个字，
不离过迄个时阵还无做第二人称的意思。周男女魂呢，尊比女魂，发旗雕梅。这个女是女水，指江河名称的意思。当然，这个女呢，后来嘛是做第二人称你的意思。所以字形字义嘛是会随着时间、空间来做变化。以下这几字呢，拢有做第二人称你的意思。若讲到淡或者是入，嘛是差不多如此的解说，咱就按下不表啊。转来到何必朴素的主题，学日文50音了后。日文汉字看中文意思，阿久济主德其实是一场误会。何必朴素讲呢？唐朝的王建《新嫁娘》这首诗，3日入都下，纤手作经通，离暗果实成，先遣小果雄。第3句的果呢？是指薄薄，嘛会当讲大家啦。第4句的小果，小果啊，是指翁的老母的查某囝，嘛会用直接讲翁的姊妹啊。何必朴素去查日文汉字，发现大师林第3版的解说鸠果，这个鸠啊，嘛有人叫鸠啦，鸠是翁或者是某的老爸，果咧。是翁或者是某的老母。何必朴素讲，这意思就是伫唐朝，阿舅是指男方或者是女方的爸爸，阿哥是指男方或者是女方的妈妈。日文古语到今，也有保留唐朝的文字，不过因为外族侵略，语言产生了变化，阿舅才变成即马妈妈的兄弟的意思。伊也因为顶头所讲的结论，认为所谓台语阿舅爱坐主导，其实是请男女方的爸爸坐主导啦。何必朴素所讲的有对一部分，兴趣在这呢，甲我所知影的另外一部分甲补起来。说文解字有讲到，鸠或者是念作鸠，鸠母之兄弟为鸠。妻之夫为月鸠，年雅色亲有讲到，鸠母之昆弟为鸠，妻之夫为月鸠，妻之庙为月姑，夫称夫之夫曰鸠，称夫之庙曰姑。色名色亲属有讲到，夫之夫曰鸠，鸠鸠也，鸠脑称也。庙之兄弟曰鸠，亦如之也。伫《诗经》国风真风为阳，五上鸠氏，曰字为阳，何以正字？罗基生红，这个鸠氏就是指阿舅。上煞搁再补充一点，伫汉班固封燕燕三名，燕元元年秋7月，有汉元鸠，故记将军杜宪。这个元鸠呢，是指某的大兄。就是咱讲的大舅仔啦。伫班固这本《白虎通德论》贯彻三纲六纪，称夫之父庙谓之旧古河，准如夫离非夫者旧也，亲如庙离非庙者古也，故称夫之父庙为旧古也。也有其他，我就无一一提出。恁若有兴趣呢，会使看一下。以上应该是含何必朴素所讲的原清外族侵略
语言产生了变化，阿舅才变成即马妈妈的兄弟的意思呢，是无绝对的关系啦。这互恁做一下参考。不离个河边博士讲到，东调的语言，日本人有大断的，并且保留，这是有依据的哦。只是一定和即卖台语有直接的关系吗？我对这种讲法呢，采取保留的态度。若要以唐诗押韵当作证据，其实客语来念唐诗嘛是会使押韵。也阁有听过乡村啊台语声韵的分享，就知影我有将客语或者是广东话来对应唐朝和日本的语言。无听过的朋友呢，若是有兴趣。等乡村啊有闲的时阵呢，再过来做一集。讲到这呢，我有想到一个名词，本来是好的，但是到原调的时阵呢，就有无好的意思啊。龟，有人念作龟，这本来是一种真吉祥、真神圣的动物。礼记礼运，何为树灵？麟、凤、龟、龙，谓之树灵。唐李商隐，无端嫁得金龟婿，辜负乡亲事做条。金龟婿呢是指有高官俸禄的翁婿啦，也阁有人将龟做名的，譬如汉朱龟、唐陆龟王、李龟年。到元这个时阵呢，才有增加一个媒人的意思啦。道宗仪南川出经录，卷28，惠家子孙师，铁冠改为青木兔，下人种族缩头龟。节目也将近尾声咯，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